哦，小美，你最近個樣好似唔係好精神喎，係咪邊個激親你？係咪 Angus 激親你啊？唔會。定係阿 J？更加唔係啦，好少見佢。係啊，我主要好多嘢做啫，所以比較攰啲咁樣。咁啊又都未必瞓得好好咯。我媽都唔係好瞓得好啊，你係咪瞓得唔係幾好啊？唔係啊，瞓得唔係幾好嘛？係啊。唔緊要啦，呢排我阿媽都係咁啊，佢呢排都經常都多嘢做。咁我煲完之後咧，煲完呢個桂圓蓮枝雪耳湯咧，就會瞓得好好，都瞓過8個鐘嘅。哇，咁好啊！非常之好喎。首先一樣份量嘅材料有乾雪耳1朵，大概20克，桂圓10克，蓮子20克，紅棗5粒，百合10克，枸杞10克，同埋適量嘅冰糖。咁啲材料有咩作用㗎？等我介紹一下嗰啲材料有咩作用啦。其實雪耳咧係可以咧潤肺啦，咁讓到我哋咧就會少啲乾咳嘅。咁咧之餘咧，其實咧佢有啲多糖嘅作用去增加咧個免疫系統啦，同埋改善咧，因為咧我哋咧乾燥啊，咁所以咧其實都可以改善到咧我哋咧個睡眠質素咧，咁咧就減少啲乾咳嘅。咁咧桂圓咧係有助咧養心血啦、安神啦，同埋適合咧一啲咧失眠嘅人咧，幫助佢哋緩解嗰啲焦慮啊，同埋咧情緒嘅抑鬱嘅。亦都咧佢含有一啲咧鐵元素啦，同埋咧多種嘅維生素啦，去促進咧嗰啲血球咧就成長，咁咧就提供呢啲帶氧嘅，之餘可以俾到咧一啲咧天氣轉變嗰陣咧，可以防止咧失眠嘅。咁蓮子咧，其實咧佢係有一種咧叫做生物鹼啦，同埋色氨酸啦，係有鎮靜劑，係幫助失眠啦，同埋可以潤腸胃啦，咁咧係具有咧安神啊，咁防止咧止瀉，咁咧亦都可以幫助咧一啲咧發得好多夢嘅人喺瞓覺裏邊咧，就幫佢哋咧就減少啲夢，係瞓得好啲嘅，亦都可以增加咧佢哋嘅免疫系統啦。咁去到紅棗啦，最後去紅棗就係咧，紅棗因為有維他命 C 啦，咁促進咧紅蛋白新素咧去成長嘅，咁提高咧即係造血嘅功能啦，讓到我哋嘅血液咧循環好啲，讓到我哋嘅免疫系統都增加埋，咁咧令到佢哋咧瞓得安心啲嘅。總括而言，其實咧桂圓同埋蓮子咧係有一個安神嘅作用啦，係令到一啲咧心神不寧啊，或者即係發好多夢嘅人咧飲用其實都係好有用之餘，其實咧雪耳咧因為係幫助一啲成日夜晚黑咧突然之間乾咳嘅人啦，咁其實飲完之後會減。哦，原來係咁。哇！你講得好清楚啊！原來係咁嘅。咁不如等我同你講下呢壺湯點樣煮？哦，好啊，又好啊。首先將雪耳浸泡30分鐘，泡開之後撕成合適嘅大細，然之後將材料洗乾淨，之後將所有材料同埋凍水放入個煲度，煮滾之後轉細火煮45分鐘至1個鐘，最後加入適量嘅冰糖調味。你可以按你自身嘅體質去加返啲合適嘅材料㗎。首先，陰虛火旺者可以加多10克嘅雪耳。雪耳有滋陰潤燥嘅功效，陰虛火旺者可以落多啲雪耳嚟加強滋陰嘅效果。相反，桂圓性溫，可能會加重火旺嘅症狀。陰虛火旺嘅人建議由10克用少到5克。第二，脾胃虛弱者可以落多大約10克嘅蓮子。蓮子有健脾益胃嘅作用，適合脾胃虛弱者。落多啲蓮子可以改善消化功能。另外可以加入百合15克。百合有助於健脾養胃，並且具有清心安神嘅效果。至於血氣不足者，
就可以加紅棗，由5粒加到10粒。紅棗有補氣養血嘅作用，適合氣血不足者。加紅棗嘅用量可以提高補血嘅效果，同時都可以加入枸杞10克。枸杞有補血養肝嘅功效，可以增強體質。而失眠多夢者就可以由10克桂圓加到20克，同由20克嘅蓮子加到30克。桂圓同埋蓮子都有安神嘅作用，適合失眠多夢者。增加呢兩種材料嘅用量，可以改善睡眠質量。另外都可以加入百合15克，百合有清新安神嘅效果，可以幫助緩解失眠。多謝可以減少雪耳去到10克。雪耳性平，感冒痰多者應該要慎用，適量咁樣減少雪耳嘅用量。另外佢哋都可以加10克嘅薏仁，薏仁有健脾去濕嘅作用，適合痰多者。而轉天氣同埋失眠嘅人士就可以加百合去到15克。百合有鎮靜嘅成分，能夠有效咁樣舒緩神經緊張，幫助改善失眠同埋心神不寧，減少乾咳同埋久咳。而呢個湯適用嘅人群大多數係中年同埋老年嘅人士，隨住年齡嘅增長，失眠問題可能會加重。呢款湯可以幫助中年同埋老年人士改善睡眠質量。而多夢者亦都可以加蓮子心，蓮子心有清心火嘅作用，對於多夢者可以幫助佢哋改善睡眠質素。呢款湯適合因為心神不寧、陰虛火旺或者年齡增長而導致失眠嘅人。係有幾種嘅，有糖尿病患者啦，因為佢哋嘅桂圓啦，同埋佢哋紅棗咧含糖量咧係比較高啲嘅，咁影響到血糖嘅控制啦。痛風嘅人士啦，因為蓮子咧係含有較高嘅普林成分啦，可能加重咗佢哋嘅痛風症狀啦。仲有就係咧腸胃功能弱嘅人士同埋便秘嘅人士啦，佢哋嘅因為蓮子咧係有收斂嘅作用，令到佢哋嘅腸咧喐動得咧會係減弱啦，會影響到便秘問題係會加重咗嘅。咁消化不良同埋胃寒者咧，因為蓮子本身佢哋嘅性質咧係偏涼啦，咁咧對於係脾胃虛寒啦、消化不良嘅人咧係加重咗佢哋嘅胃部嘅不適嘅。咁仲有咧係尿道結石患者啦，咁佢哋因為蓮子咧含有咧草酸鈣啦，咁如果攝取太多咧係會形成咧結石嘅風險嘅。咁咧同埋佢會對雪耳啊同埋蓮子會比較過敏啦，會引致到佢哋係有啲過敏反應，例如皮膚紅疹啊同埋痕癢咯。咁我哋而家試下夠唔夠甜先啦。我覺得 OK 啦，唔需要太甜。OK 啦，咁大家一齊食啦。係啊，係啊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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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謝謝。我哋一齊試下。好啊，一齊試下先。應該唔係好甜嘅。你試下好唔好食？有啲熱啊，吹一吹佢。好食，好唔好食啊？好食就好啦。好食，very good。